大家晚上好，因為我客家就係土神啊，今晚夜咧，我哋老阿 Jason 一齊來用客家話來傾下童年那陣時快樂嘅一啲回憶。阿 Jason 唔該，你先介紹下你自己先好嘛？ Hello，大家好啊！其實我也係土城嘅老朋友誒，我之前就參加過佢嘅體育採訪，然後我就喊做 Jason，真名就喊做黃明淑，淑日東升嘅淑。然後我今年係26歲，然後今下係學廣州嘅北京路嘅邊上去做文化宣傳方面嘅工作，希望我可以通過土城嘅頻道可以認識更多嘅客家嘅老鄉啊！多謝大家。多謝你 Jason，今日咧嗯我哋來傾下一隻童年當中嘅啲回憶一隻話題哦。嗯好嗯。像在你以前咧，我哋講讀小學一陣時，放開學咧，你中意做乜嘅東西咧？放學啊，我放學嘅話呢，我體育時間就會像我以前從幼兒園啊、小學嘅時候就打開 TVB，因為我哋後生嘅廣州人都中意看呢個 TVB 啊嘛。我嘅話呢就會開個電視來看，嗰時候印象最深嘅就會看呢，要麼就係喜羊羊，要麼就係紅毛藍兔西俠傳，就會看動畫。有冇老小朋友出去撩玩用啊？小朋友啊，剛成人嘅時候就當時我就沒有生嘅多嘅一隻表弟啊嘛，就有時候會帶佢出去行下嘅，就會去我哋農村嘅邊上去感受一下農村嘅生活，也係quite有意思嘅。那你細陣時咧有冇講好像上開啲進屋卡去食阿媽媽爸爸煮嘅菜啊樣嘅？肯定有啊，我阿媽呢就會自家中意去做嘅健康，注重健康嘅菜。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做嘅客家釀酒雞啊，佢做嘅也骨好食，尤其係佢酸酸甜甜嘅一隻味道也十分適合我一隻口味，我也感覺骨好食。你細陣時咧，你講進屋卡看電視，而係而進到屋卡就做得有電視看，係係講愛寫抄下啲功課，而真有電視看呢？肯定就會放學就可以去看電視，冇啊，我一天可以完成作業。當然嗰時候我阿媽、我爸爸係唔聽做事啊嘛，就係我阿婆搭我做屋卡，然後我阿婆咧就會去公園行下，我就自家一個人在屋卡看電視咯。所以你喺童年嘅時節咧，而係在屋卡過自由嘅。也唔係咁樣講，就係因為我爸爸媽媽就係工作慣忙，基本上佢哋都係6點多鐘啊、7點鐘，尤其係我阿媽就係做老師嘅，就經常會加班。但係我感覺就係有好多時候呢，就係我阿婆同我就聊嘅骨多，因為我爸爸媽媽就係工作比較忙，爸爸媽媽就係做乜啊？放寒暑假呀，經常帶我出去聊啊，去旅遊。帶你去旅遊一般係去乜嘅地方咧？就喺廣州嘅周邊城市啊，佢哋就比較窄，就唔會話是咁樣去骨人嘅地方。但係我爸爸媽媽就尤其係我阿爸就試過好多啊，像新疆啊，就遠一啲就係新疆啊、西藏啊，基本上都有試過。但係我感覺我試過最遠嘅就同我爸爸媽媽去杭州。平時一般來講，我哋就會去從化啊、花都啊，即係去廣州嘅地方去度假。喺你覺得出咁多擺嘅旅遊當中，你最開心嘅去哪隻地方？那肯定係從化去泡溫泉啦。做乜嘅係最開心嘅？係咪你中意游水咧？係啊，細時候，雖然有時候係比較微嘅深一啲嘅水，就隨嘅骨淺深嘅話，我就唔敢去搞水。但係我從細就中意話去水裏邊去撩一下，或者同啲大人啊，或者同堂哥佢哋骨中意搞水嘅。跟你講你細時你老爺阿婆在以前，佢有冇講好像你睡夢之前，老你唱條歌謠咁樣？你有印象咧？其實我阿婆佢係雷族人，所以其實不受同我唱乜嘢童謠，乜嘢嘅同人唱過嘅歌謠，基本上都係我哋廣府嘅童謠，就唔係話客家童謠啊，係要其他方言嘅童謠就唔聽。
樣嘅去接觸過，也唔係十分了解。你阿婆喺雷州人，佢幾兩年講話係講雷州話咯？唔係，佢同我講拍法。哦，做乜雞幾兩年係講拍話咧？其實我從細都係學廣州話嘅嘛，我阿公就係四台嘅苗苗，但係佢係家本是雷州，然後就成日我兄弟姊妹即係我阿爸嘅兄弟姊妹都係雷州嘅人，然後我阿媽就係摩陽人，摩陽松人嘅。即係你講你阿公本身係苗苗嘅人，後面苗苗嘅，係結婚去到雷州，係啊，家本嘅雷州。之後就你爸爸就喺廣州出世啊，唔係廣州喎，佢也係雷州。我阿爸同埋其他兄弟姊妹，即係我太伯啊，係姑媽其他人都係雷州人。佢你爸爸係講拍話係講雷州話咧？佢都少講，但係苗苗嘅拍法佢就唔少講，也有啲談唔上。哦，佢出去講廣州話嗰度啦。講廣州話嗰度，我有時候以前開玩笑同佢講嘅廣州話，佢有時候也談唔出。我阿爸就係同佢之前都同我講，就係話同阿婆係互動係比較多。然後佢有時候也談唔出嘅阿公嘅拍法嘛，就唔少講苗苗話也談唔出啊嘛。自家看咧香港嘅電影啊，看 TVB 自家學咗來嘅廣州話，佢自家同我講。